2026年县市长的选举，即马已经开始有人咧布局。这是前劳动部长柯明春，伊伫昨昏宣布，伊要争取2026年民进党高雄市长的提名。嘛，因为即马绿营内底有4个现任的立委嘛有想要选，有基层是认为讲党内爱赶紧提早初选。也若国民党的部分，有人是认为讲应该是立委瓜志温佮出来选。民众党的部分目前是也无风声。到高雄市交通运输总工会拜会，前劳动部长柯明春20早起宣布，要争取2026年民进党高雄市长提名。柯明春伫陈桥做高雄市长时期，捌做新闻发展处处长甲副市长，有丰富的行政经历。高雄给我的养分我才能够到中央劳动部，我应该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个行政的历练回到我的高雄。另外，民进党现任立委林大华、柯基盈、柯志佳甲赖瑞良拢想要争取，其中赖瑞良甲柯明春同款是局系，加上柯志佳加做新潮流3人咧拼场，为避免中显2018年党内肃杀剧烈情形影响后续整合，所以部分的营业基层都建议提前初选。初选提前可以有更多时间凝聚更多力量，我个人相当赞成。期曼市长的任期都还没有过半，现在就一直在谈初选的时程的制定，似乎有一点过早。想要参选人意见无同，也表示尊重党中央最后决议。另外，竞选真济国民党是按算是高雄市党部主委现任立委瓜志温，搁一摆挑战市长宝座，为拍外界空降部队之旗。因为2022年败选了后，就带高雄展现决心。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选区，我们就照自己的步骤，好好的跟地方的议员、跟地方的里长，大家共同齐心协力。那条早开始布局外界风声，民众党主席郭文惠想要挑战，按过民众党高雄市党部无证实这代志，需要经过多方的考量，所以目前还是以拟定整体选战模式为首要，人选应该不会太早确定跟出现。民众党表示，市长提名竞选也是高雄选战家务角色，一旦党中央决议，强调目前先拟定整体选战模式做优先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